论曰：陈公居礼官，则意欲还死；相幼主，则政不见宠，可谓有宰相之气矣。终能成风，亦恕乎民慎用刑而不流狱。然其听黄义杀人，开父子兄弟的相待死，斯大谬矣。是则不善人多信，而善人常待其祸，进退无所措也。赞曰：陈郭主行，人赖其平。宠金窟字，公断以情。中用降密，损益有成。一施于孙子，且公且亲。二注意诚，品事也。为强盗发，贬黜令常，各有科条，故曰诚也。注二师，言也。阴阳持反。P.G. 1268。后汉书卷46。郭陈列传第36。郭公字仲孙，颍川阳翟人也。家世衣冠，父弘，袭小杜。律太守寇寻以弘未绝曹院，段誉治30年，用法平。诸位弘所绝者，退无怨情，郡内比之东海于公。年95卒。公少传父业，讲授徒众常数百人。后为郡吏辟公府。永平中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及匈奴，其都尉秦彭未复。彭在别屯而者矣。法斩人，故奏彭专善，请诛之。显宗乃引公卿朝臣评其罪科。公以明法律，诏入议。议者皆然，故奏。公读曰：于法彭。而斩之。帝曰：君征校尉一统于都，彭既无府钺可，而专杀人乎？公对曰：一统于都者，未在不取也。今彭专，君别将有益于此。兵士呼吸，不容先官都帅，且汉至其己急，为府钺于法不合罪，必从公议。又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，未有所归，必以兄不训弟，故报兄重而减弟死。中常侍孙章宣诏勿言两报重，上书奏章矫治，罪当腰斩。帝复召公问之，公对章应罚金。帝曰：章矫诏杀人，何谓罚金？公曰：法令有故，勿章传命之谬，于是谓误，误者其文则轻。帝曰：章与求同县，宜其故也。公曰：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君子不逆诈，君王法天，行不可以委屈生义。帝曰：善。迁公廷尉正，作法免。侯3000，元和3年，拜为廷尉。公家事长法，务在宽平，极典。P.G. 1269。礼官绝狱断刑，多依经术，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41事奏。之世皆施行者，于令章和元年，设天下系囚在4月丙子矣。前减死罪一等，勿吃一京城，而闻不及亡命未发觉者。公上封谥曰：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数编者，众人命也。今死罪亡命，无虑万人，又自设以来，补得甚重，而诏令不及，皆当众论。夫为天恩，莫不当佑。死罪以下并蒙更生，而亡命补得独不沾责。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，可皆勿吃一京城，以全人命。有益于边，肃宗善之，即下诏赦焉。公奏验法科，多所生权。永元6年，卒官。钟子至一名法律至南阳太守，正有名基。弟子镇，镇字桓中，少修家业。替太尉府，在迁延光中尉尚书。及中黄门孙承朱中常侍将军等而立继英王，镇律与林氏及杀尉。魏延景以成大功，是在患者传。再迁尚书令。太傅3，公奏朕冒犯白刃，手见贼臣，奸党殄灭，宗庙以明，公比刘璋，以显爵土，以立忠贞。乃封镇卫定尹侯10亿2000户。拜河南，引转廷尉免。水建4年，卒于家。诏赐种营地。长子贺当4爵，让于小弟12逃去。
积数年，赵大鸿胪下州郡，追之，贺不得已，乃出受封，累迁复置廷尉，及贺族顺帝。追思正公，下诏赐郑氏曰昭武侯，贺曰成侯。贺帝真亦以能法律治廷尉。郑弟子喜，少明习家业，兼好儒学，有名誉延熙中义为廷尉。建宁2年，代刘宠为太尉。习子弘至司隶校尉，封成安乡侯。郭氏自弘后，数世皆传法律，子孙至公者1人，廷尉7人，侯者3人，刺史2010，侍中、中郎将者20余人，是御史正。兼平者甚众。顺帝时，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段玉平，起自孤宦至 PG 1270，为司徒。雄少时家贫，丧母迎人所不封土者，则葬其中。丧是去变，不问时日，乌皆言当族灭，而雄不顾。及子孙公3世廷尉，为法名家。初，肃宗时，司隶校尉夏裴肇心意不续会稽，每入官舍者更善修管字，宜川改竹，故犯妖禁，而家人绝禄，亦用封敕官。至颍川太守，子俊太傅以才气称。所南氏鲁乡3月皆为司隶，时称其盛。桓帝时，汝南有陈伯敬者，行必举步，坐壁端膝，喝赤狗马中，不言死，目有所见，不食其肉，行路闻凶，便解驾留止还处。归祭，则寄宿乡庭。年老请至，不过举孝廉。后作女婿王立，太守少魁怒而杀之。时人往祭敬者多谈魏正焉。论曰：曾子云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今耳。勿喜。夫不喜于的情，则树心用；树心用，则可继往直矣。夫贤人君子断欲，其必主于此乎？郭公起自左使，小大之欲必察焉。原其平行审断，数于物喜者乎？若乃推己以义物，舍以贪情。法家之能庆言于世，盖由此也。陈宠自昭公，沛国崤人也。曾祖父贤承哀监以律令为尚书。平帝时，王莽辅政，多改汉制，贤心非之。及莽因吕宽是诸部，复及者何武、鲍宣等，贤乃叹曰：亦称君子见己而作，不似终日，无可以事矣。即起骸骨去职。及莽篡位，赵贤矣。魏长寇大夫谢并不肯应。3子参、封、亲皆在位，乃息。令解公父子相与归乡里，闭门不出入，犹用汉家祖蜡。人问其故，贤曰：我先人岂知王室蜡乎？其后莽复征贤，遂称并笃。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，皆必葬之。贤信人数，常戒。子孙曰：为人依法，当依于亲，虽有百金之力，甚无与人众。乙建武初，亲子公魏廷尉左监，早卒。PG 1271。公生宠，明习家业，少为州郡吏，辟司徒鲍御府。是时，三府越属专上交游，以不肯事事位高。宠常非之，独情心务数。魏欲臣当世便宜，欲高其能，转为辞曹，掌天下欲颂。其所凭，绝无不厌服众心。时司徒辞颂久者数十年，是类混错异。为轻重不良力的声音源，宠为欲传词颂比7卷，绝世科条皆以是类相从，欲奏上之，其后公府奉以为法。3肃宗初为尚书，是时承永平故事，立正上言切尚书。绝世律尽于众，宠以帝辛即位，以改前世科俗。乃上书曰：臣闻先王之政，常不见，行不滥，与其不得已，明见不滥。故唐尧这典，省灾四社，
周公作戒物数欲，伯夷之典为尽五行以成三德。由此言之，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。王者，段誉严明，所以微臣奸特，奸特既平，必宜继之以宽陛下疾。谓律有此意，数兆群僚，鸿虫艳艳，而有司执事，未悉奉承。典型用法由上深刻。段誉者急于旁隔酷烈之痛，直线者繁于比欺放滥之交，或因公行私，惩纵微服。夫为政由彰情色大，贤吉者小贤绝，故子贡非臧孙之谋法，而美正乔之仁政。诗云不刚不柔，不正悠悠。方今圣的冲色，驾于上下夷。龙先王之道，荡涤凡科之法。轻薄旁处，以济群生。玄广智的，以奉天心。毕竟纳宠言，美事物于宽厚。其后遂诏有司，决钻诸惨酷之。科解妖恶之境，除文治之请宴50余事，定者于令。是后人俗和平，屡有嘉瑞。汉旧事段誉报众，常进3冬之月，是时帝时改用冬初10月而已。元和2年，汉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，以为段誉不进3冬，故阴气为弱，阳气发泄，招致灾害，是在于此。帝以其言下公卿，一宠奏曰：夫冬至之节，阳气始蒙，故11月有兰、射干云荔枝。PG 1272应时令曰：诸生当安行体。天以为正，周以为春。12月阳气上通，至汉积汝，地以为正，阴以为春。13月阳气至，天地以交，万物皆出，直虫始振，人以为正，夏以为春。三为成者，以通三统。周以天元，阴以地元，夏以人元。若以此时行刑，则因周岁首皆当流血，不合人心，不激天意。月令曰：孟冬之月，去欲行，无留罪。云大行必在立，冬也。又仲冬之月，申欲宁，是欲尽。若以降微怒，不可谓宁；若以行大行，不可谓尽。译者咸曰：汉之所由旧，再改律。臣以为因，周段誉不以3为而化至康平，无有哉？亥自元和以前，皆用3冬，而水旱之意往往未换。由此言之，灾异自为他应，不以改律。秦魏虐政，40行刑，胜汉初。辛改从简易，萧何草律，季秋论求，俱必立春之月而不祭。天地之正，二王之春，实颇有为。陛下探忧悉为，允直其中。隔百载之师，见永年之功，上有盈城之境，下有凤为之会稽。春秋之文，当月令之意，圣公每夜不宜中仪。书奏帝纳之，遂不复改。宠信周密，常称人臣之意，苦不未甚。自在书机，谢遣门人，拒绝之有，唯在公家而已。朝廷弃之。皇后帝世中窦宪，见真定令张陵为尚书，帝以问宠，宠对陵。虽有才能，而素行贪浊，现以此生恨宠。灵族备用而以赃，污抵罪。及帝崩，宪等秉权，常贤宠，乃白太后令典丧事。欲因过中之。黄门侍郎鲍德素进宠，说献帝下阳侯归曰：臣宠奉世先帝，身见纳任，故久留台阁赏赐有书。今不蒙中，能知赏而既己为之故，承商辅政容待之的。归议好事深，然之故得出魏泰山太守，后转广汉太守。西周豪右并肩，力多兼贪，诛宋日百数。宠道显用梁厉王焕、谭贤等以为复兴，宋者日减郡公卿。PG 1273苏
先是洛县城南，每因语常有哭声闻于府中，积数十年。宠闻而疑其故，实立案刑。还言是衰乱时，此下多死亡者，而骸骨不得葬，躺在于室。宠怆然惊叹，及赤县竟收敛葬之。自是哭声遂绝。及窦县为大将军征匈奴，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立子弟奉献仪者，而宠与中山乡汝南张琛、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。后何帝闻之，着宠为大司农，称太仆，顺左冯异。永元6年，宠代郭公为廷尉，姓人金，即为礼官，数议一狱。常亲自慰奏，每复经典，勿从宽恕，帝则从之，既活者甚众。其声闻克弊，于此少衰。宠又勾效律令条法，易于辅行者，除之。曰：臣闻礼经300，威仪3000，故辅行大辟200，五行之属3千。礼之所去，行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者也。今律令死刑610，耐罪1698，赎罪以下2681，易于辅行者1989，其410大辟1500耐罪79赎罪。春秋宝干图曰：亡者300年一捐法。汉兴以来302年，县令稍增，科条无限。又律有粉札，其说各异。一令3公，廷尉评定律令，应经合议者可使大辟200，而耐罪赎罪2800，并为3000，悉删除其余。令与礼相应，以亿万人视听，以致行错之美，传之无穷。未及施行，会作诏狱吏与求交通抵罪。诏特免刑，拜为尚书，迁大鸿胪。宠历2郡3卿，所在有基，见称当时。16年，代徐防卫司空。宠虽传法律，而兼通经书，奏议温粹，号为任直乡。在位3年，弘以太常南阳尹秦代为司空。秦字叔良，笃信好学，平居人外，荆棘生门，时人重其节。后以并册立安帝，封福亭侯500户。永初元年，以雨水商价 PG 1274，册免救国，并卒五子国除。宠子中，中字博史，永初中辟司徒府，3000廷尉正，以才能有声称。司徒刘凯举中明习法律，疑被机密，于是擢拜尚书，始居3公。曹中自以试点刑法，用心务在宽详。初，复宠在廷尉，上除。汉法亦于辅行者，未施行，及宠免后遂请。而科法稍繁，人不堪之。中略依宠议，奏上23条，为绝世笔以省。请验之地，又上除残事刑，解赃吏3事禁锢。狂意杀人得减。众论，母子兄弟相待死，听设所待者，是皆施行。及邓太后崩，安帝使清朝事，终以为临政之初，宜征聘贤，才以宣著风化，树上见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、周谢、杜根，成议事之徒。于是公车李聘良、谢等。后连有灾异，诏举有道，公卿百僚各上封事。终以诏书既开谏争，律言事者必多姬妾。或至不能容，乃上书欲通广地议。曰：臣闻人君广山叟之大，纳妾直之谋。忠臣尽简恶之节，不为逆而之害。是以高祖舍周昌节，纣之辟，孝文家元盎人始之基。武帝纳东方朔宣誓之政，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。习近平公问于孰相曰：国家之患敦未大。对曰：大臣重禄不及见，小臣畏罪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公曰：善。于是下令曰：无欲尽善，有业而不通者，罪至死。今明
赵崇高宗之的推送景之城，引旧客公资访群吏。言事者见杜根、程义士等新盟表录，显列二台，必乘风回应，真谓切直。若加谋异策，宜折纳用。如其管血，妄有讥刺，虽苦口逆耳，不得事实，且悠游宽容，以示圣朝无惠之美。若有道之士，对问高者，宜垂绳缆，特迁一等，以广直言之路。书谕有诏拜有道高帝适配国师言魏世忠，延后位至太尉、常侍将军、李润等皆位列侯，共秉全任。帝又爱信阿母王胜 ，PG 1275，封魏野王君。中内怀惧闷而未敢臣谏，乃作晋身先生论矣。奉文多故不载。自帝即位以后，平遭元二之恶，百姓流亡，盗贼并起，郡县更乡试逆，莫肯纠发。中独以为忧，上书曰：臣闻轻者重之端，小者大之源，故提溃以恐，器械真盲。是以明者甚为，智者是己。书曰：小不可不杀。诗云：无纵鬼随，以警无良。拜所以重本绝末，钩深之律也。臣妾建元年以来，盗贼连发，宫廷劫掠，多所伤杀。夫川渝部进，则致强盗；强盗不断，则为公盗；公盗成群，必生大奸。故王陶之科，县令所及，至于通行饮食，罪至大辟。而轻者以来，莫以为忧。州郡都路怠慢，常力防御不肃，皆欲采获虚名。会以盗贼为父，虽有发觉，不务倾城。至有逞威滥怒，无辜江湖；或有局及比武，转相复练；或随力追赴周章道路。是以盗发之家，不敢申告，邻舍比里，共相压责，或出私财以偿。所亡。其大章者不可言者，乃肯法录。凌迟之见，遂且成俗。冠壤诸旧，皆由于此。前年渤海张伯禄，可谓至戒；覆车之轨，其机不远。拜师之末流，求之本源。宜纠增旧科，以防来世。自今强盗为上官若他郡县所纠决，一发不力，皆正法，未贬治。一等令长3月俸赎罪，二发未免官，令长贬治一等。三发以上令长免官，便可撰立科条，处魏诏文，切斥刺史严加。纠罚既以猛计宽，今据兼特，轻计下大暑，而消息不协寒。气错时，水涌未变。天之降义，必有其故。所举有道之士，可测问国典所悟，王室过差，令除暖气不孝之意。数有党言以承天戒。元初3年有诏，大臣的行3年丧，服阙还职。终因此上言，孝宣皇帝就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，大父母死未满3月，皆勿遥令的葬送，请依此制。太后从之。至建光中 PG 1276，尚书令祝奉、尚书孟不等奏，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。光武皇帝爵告宁之典，宜则万事诚不可改。宜复见武故事。中上书曰：臣闻之孝经，始于爱亲，终于爱妻。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尊卑贵贱，其义一也。夫父母与子同气一席，一体儿分3年，乃免于怀抱。先圣元人情而得其节，至服25月。是以春秋臣有大丧，君3年不呼其门，民子虽要迭服侍。以复公难，退而至位，以救私恩，故称君使之非也，臣行之。礼也。周氏凌迟，礼制不序，了俄之人作诗自伤曰：平之庆以为雷之耻，言以不得中尽子道者，亦上之耻也。高祖受命，萧何创之。
臣有宁告之科和于致忧之意。建武之初，新城大乱，凡诸国政多去简易，大臣既不得告宁，而寻私淫禄念思，先寻三之丧，以报故父之恩者，礼义之方，实未雕损。大汉之兴，虽成衰弊，而先王之治稍已施行。故介田之耕起于孝文，孝廉之贡发于孝武，郊祀之礼定于元成，三庸之序备于显宗。大臣终丧承乎陛下。圣公美业民以上资。孟子有言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臣愿陛下登高北望，以甘霖之思，回度臣子之心，则海内贤得其所。幻术不变之，敬请中奏而从奉，不义遂者于令。终以9次，转为仆射。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霖，而伯荣复宠骄俭，所经郡国莫不淫为礼业。又临雨时，河水涌溢，百姓骚动。中上书曰：臣闻未非其人，则术士不恤；术士不恤，则正有得失。正有得失，则感动阴阳，妖变未应。陛下每引灾字后，不责臣思。臣思纽恩，莫以为负。故天心未得革并吕真、卿，继之欲淫。与漏河徐代之滨海水盆邑，演玉皇园滋生，今阳道收。PG 1277。简薄并梁二州羌戎叛逆，加以百姓不足，服躺虚愧自息。途东驻右江空，陈文宏犯武士，亦曰茂，茂以工作。素茂伤则狂，而至常雨。春秋大水，皆为君上威仪不睦。临力不严，臣下轻慢，贵姓善权，阴气盛强，阳不能进，故未盈。陛下
下以不得亲奉孝的黄元庙，比遣中使致敬甘霖、牛宣平。骂相望道路，可谓孝之矣。然臣妾闻使者所过，威权细贺。镇洞郡县王侯2010至魏伯荣独拜车下，遗体上见谋于人。主常立黄布谴责，或挟产自媚，发人修道，善礼频传，多涉。除至争议无度，老弱相随，动有万计，会宜仆纵，人数百匹。论博乎嗟，莫不叩心。河间托叔父之属，清河有灵庙之尊及吼服大臣，皆为魏伯荣屈节车下。陛下问，必以陛下欲其然也。伯荣之威重于陛下，陛下之柄在于臣妾。水灾之发必起于此。其韩焉托付车之城，受持事之使。江都务未一败而焉，受欧刀之诛。臣愿民主言天元之尊，正干纲之位，直事巨细。皆任贤能，不宜复令于使干错外。仲察左右，得无实显泄漏之间；尚书纳言，得无赵昌赠崇之诈；公卿大臣，得无诸伯阿父之源；外属近戚，得无王凤害商之谋。若国正义由帝命王，是每决于矣，则下不得逼上，臣不得干君，常与大水必当继止。四方众议不能为害。书奏不省。13府任卿，稽事专委尚书，而灾省变旧，则窃免公台。终以为非国旧体，尚书谏曰：臣闻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故三公称曰种宰，王者代。以书敬在于位下，欲作未起，入则参对而议政事，出则监。察而懂是非。汉典旧事，丞相所请，民有不听。今之三公，虽当其名而无其实。选举诸赏，亦由尚书，尚书荐任重于3公。临迟以来，其见久矣。臣忠心常独不安，是故临事占据。